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去年大嘅法国巴黎气候变迁高峰会通过嘅全世界第一则有法律效力的温室气体减量协议——巴黎协定，为促导提升国家持天一气贡献嘅减排目标，政府表示要希望来提升台湾再生能源的比例。一个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到2030年要有14%哦。经济部能源局喺讲喺去年底亚碳节以前调整太阳光电生产计划提高标用啊。不过民间还係質疑，對2009年再生能源法通過以來，太陽能光電的發展還係乒乓刺差，將有200萬戶人家嘅活動，撒弄係的免費嘅太陽能發電的機會。另一個重點係台灣的能源99%要依賴進口，天料啥時的講係全世界傾銷嘅。假使對政策到產業過多人民，如唔係面對安尼嘅天價結構，有望能會發展再生能源。離2030年非核家園嘅目標，存冇15年呢，我哋正經作為多下。將佢拆開來，拿出一堆堆玻璃鋼片板，先豐富後勢上調查，再過細心細意實驗去按。一般熱太陽鋼片板主要用到活動過，當手按用搭起來，因為卡冇按好做勢，連調查時機都驚，一下冇生意，就攞鋼片板衝難題。我希望我能夠創造一個最大的一個太陽能房屋，所以我在設計的時候花了1年半的時間，把太陽能優先設計在房子裡面，那我這一棟房子大概有將近60 kW 的發電量，那換算做白天的家庭用電，大概可以供應30戶到40戶的一個用電量。一間全台灣清泰單一熱太能屋喺度建議，參部分希望冇打上台熱頭，提供下卡多能源。基測知道，台灣屋當蔬菜變到嘅還冇用，打上台咧。無奈何建材講，做得同屋主聽賺錢，出台熱頭鋼片，一年能源有99%要依賴進口國家，才冇出錢來思考，看樣誒將會提高自家能源比例。我們如果蓋3樓，只有2個樓層能夠使用，因為3樓太熱了，這是很可惜的一個做法哈。那如果你要讓3樓可以使用，你就必須在上面搭建鐵皮去遮陽，那遮陽鐵皮它就有違法性的問題，那如果利用太陽光電來達成遮陽的一個概念，它是可以獲益的。每一個屋頂累積起來，在台灣有600萬個民家的屋頂可以用，還有62萬工廠的屋頂可以用。這個時候，我們才有權利去認識說台灣的綠能潛力有多少。那這個時候，我們要走向能源自主，就會越來越靠近。照統計，台灣平均日照一年有1200點鐘，比德國的900點鐘都還較多。德國到2015年有超過6%嘅電力係對日頭來嘅，台灣只搶2.3%，尤其一下去南部日頭還較辣。屏東縣環保聯盟到2014年代打造60建築，特別到屏東6年嘅家福當過，按年30平日頭能板，發電輕度發得到大概15,000瓦，也做1點鐘發15磅天。而名喊做自由屋頂。好，我們從遠端監控系統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自由屋頂發電的現象，即時的發電量是第一個2.650。今天是因為是陰天，所以它的發電效率比較差。愛維護熱太能板當簡單，上下用水沖啊做好。第三做得對早晨頭到7點鐘，日頭出來就開始發電，一直累積到臨暗暝日頭落山，也從細細嘅自由屋頂發出來天，做親自家用無賣，同1年來累積了2萬人磅嘅天，
做得本期的家庭用1年，迄个每天分台天，用亚吨数费率，一帮6个人员来算，那还赚减的16万元。这样是作为成本，每张8万元边呢。是不过，台湾对2009年3套通过再生能源法都见，民间人来看，同德国、日本发展到案件来比，台湾日头光天同再生能源发展实在太慢了。德国的太阳光电已经有将近40个吉瓦啊，那台湾在2030年的时候，准备才到8.7个吉瓦啊，那我想在程度上面我们输德国非常多哈。2030年哦，剩下15年，然后它能达到的只是一点点，因为它不是走恢宏的国家的参与、公民的参与，而是丢一点点血。给一些去抢再生能源的这个业者，丢点血，他抢的要死。再生能源条例通过到现在我们总共设置了差不多719个 megawatt。那么再生能源条例那时候98年底那个时候我们才推9.5个 megawatt， 所以我们总共算起来我们大概成长了75倍。为了航向非核家园，政府显示到2030年再生能源开拓发电量14%，不过就算对2009年到2015年代讲系成长的75倍，照也速度累计到2030年，还冇到台天一年发电量5%，根本冇办法推，也开拓18%的核电。我们这个发展的历程，主要是我们是在101年行政院在推动阳光屋顶100万座这个时候，那这个计划主要是预定在119年，我们是希望能够推动3100个 megawatt。那3100个 megawatt 的意思就是说，是等于差不多100万个这个阳光屋顶。约在2010年左右，我们开始建置太阳能光电板。那经过政府的补助，所以我们的会馆、我们的管理室、楼顶都有设置了太阳能板，每个月平均大概可以为社区这个公共经费呢贡献1万块钱左右。所讲热太能活动8万措政策，目的係推部分的傳統石化能源發展。台灣基建要到沙區當處見到水港，台南市年建前建沙區係千成功嘅其中一個例嘅。而喺8個人府當中，到去年代基建有44戶案呢，還有人家當地嘅排水申請。一般來講，屋下會有2種綁標，一種係用天，另外一種係賣天本台天呢，熱太能綁標。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根管线，也就是从上面的太阳能板延伸下来的，接到我们这一个太阳能光电的电表。这个电表呢，我们住户每2个月抄一次，送交给台电，台电就会把折算出来的价钱存到我们账户里面。呢度原因去年代巴黎氣候峰會達成嘅 INDC 也做嘅持續減碳目標，未回應民間按度嘅批評。經濟部能源局講到去年代重新添出經驗圖，2016年嘅熱太能發電重要優點，尤其係對學校機關冇做100人家，法規對管制改到開放，像假日嘅議員決策，唔單將同學校聽賺錢，更係省能減碳、能源教育素材。那绿色的部分是它发电的部分，那可以看得到，因为它今天是阴天，所以有太阳能会太阳光有些被遮到了，所以有些算是凹下去的。那红色的部分呢，是我们学校的今天的用电状况。那可以看得到，是我们学校的用电远比我们的发电还要少。我是来使用台中火力发电厂的一个排碳数据进行换算。好，那如果以艺人国小而言，目前的减碳已经到50几万公斤了哈，那它相当于35公顷的一个造林面积。議員貴州按年熱頭年版發電量發力到大概74千瓦，6年來減碳效果也最差唔多初年超過35公頃。尤其學校桃園，特產年愛1000個人土來用，發電量少有700千土，熱天青島家下還幾萬土誒，這能源有5到7倍多。藝人國小在6年前裝設了這一套太陽光電當時可能很多家長或者很多社會人士覺得太陽光電可能壽命上或者是妥善度上沒有辦法那麼信任，但是6年多來一直是100%的運轉
那造就了学校有不错的一个收入。那每一年大概可以有40到50万的一个进账。那这些金额呢，很感谢就是原基它全数都是给我们学校来做运用。那我们学校呢是用在我们多元社团的部分。到2015年结束，台湾日头能班产量卡在全世界量都33，头世界排第2。正常规格日头能班4到2平，发到1500天，设备费用大概6-7万元。南台湾日头按照没有民众自己买来测试，看哪省得到几多的钱。根本日头唔係太啦，所以今家測試出來天量與無，來講係加一2塊太陽能板，收產呢可能8瓦到10瓦之間可以跳動。日頭能發電原理已簡單，數下來測流天，經過熱變器轉換做高流天，再買顯示器直接連到無卡天，要做得地遇到天落來。不過再生能源法通過6年來，每賺實嚟729萬元，年年當年當多，除得剛開始本錢一出，主要行係一到人看到申請按飛去出境，估數冇多人來按。因為我做啊幾間屋嘅上面讓氣發毛，唔投資投資錢唔會少，天意唔可能8年到10年能可以回本。按睇下佢當中所投資下嘅，而免當廠係按你價上面啦，而要做啲價咧，防止颱風來啊，如果冇嘅。台灣在申請太陽能的一個行政程序流程上面，其實花的時間非常久。可能是5天、10天的工程，那在申請的行政程序上面卻需要3個月到5個月。政府給他的這個義務，問題是，他如果讓他越繁瑣，或者越不便，那或者是動機上，你每天都有一堆人要賣他，代表他每天都要買那時的流出去。也因為這樣子，台電才有一個非常低的天花板，卡住再生能源的一個法寶。能源局同台電聽講話，部分申請日頭能發電素材貼配國嘅，而老天送進台電的虧線確實唔拉，冇辦法連到台電的天命幾度。為什麼台電它有的時候會這個對再生能源有一些的比較的看法哈？那主要就是說因為它的饋線有限，那它比較是着眼於它的這個整個能源供應的安全的部分。發展日頭能發電，還有下較複雜又大量嘅樹皮田內統，不過台灣請嘅發電設備就免得巡查嘅。雖然主管機關係經濟部，不過活動係營建署，農體係農會幹嘅，經濟部要做乜嘅都特殊特教。估數2030年要做到非核家園目標以內，民間建議行政府係講係認真看再生能源的發展，先先做提高政府的監管層級。我們期待政府把再生能源這個監管層級拉高到行政院，甚至是國家層級。那第二個就是台電在電網的一個建設上面，我們也希望能夠把分散型的電網盡速的納入考量。再生能源的推動因為有很多的問題都是跨部會的那包括剛剛提的那個太陽光電的那個，如果是說要推一些的土地的利用的問題那就牽涉到機關也蠻多的。德國跟台灣走的一樣，都是 FIT， 就是躉購，就是賣給一個發電的設備。可是德國走的就是微型電網，它走的是區域型的電力，就是它有一個智慧電網的建制規劃，即發即用是綠能的最高標準。台電到去年代，同全台灣每張安內1萬戶嘅智慧網白，離停電發電停電用，所講嘅氣味型智慧天命很當然。台電為了調度用電，樹天加下壓力增加，松天加下壓力降大，唔到底嘅可上台嘅能源行較多，能源卻沒希望做得每按意思進口能源。在火力發電上面會做一些的汰舊換新那當然，如果你新建的火力發電廠，一定要用最好的技術、最好的效率那所以大概目前大概火力發電的效率大概都是在38左右我們希望能夠汰舊換新以後，它的效率能夠提升到45%。那核能的部分，我們現在的政策就是穩健減核。電價走向10年的計劃、20年的計劃，我們建議台灣的電力應該合理的一度是到5到6塊錢，因為我們不產能源，
却用全世界最便宜的电力，就是所以我们要用脏的能源嘛。冯飞翔讲，伊咧做得讲全意思进口能源国家，在全世界没有按便宜天料，能源政策偏从强，唔但将动到再生能源发展，还可以压下台湾空气污染龙头。我们的政策不让电价涨，表面上是所谓的要照顾民生，但实际上我们的民生电价又远高于工业用电。所以，其实我们是被工业用电这种高的污染源跟高的能源依赖的这个部门拖垮了我们的电价，那导致于我们一定要烧生煤 ，PM2.5就来了。我们一定要用核能，要依赖核能，那我们的核灾的风险就来了。一般天5到6个月，黑也天了一批。问题是，他个今年出价多少钱来买强烈再生能源么？减菜政策唔拉，可能产业又更好天，人民讲到去天了又更滚，佢非系假嘢，奶叫都系爱咸莫咸天天。